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老师，咱明仔载这个什么？中秋节。中秋节，今仔日有人送我月饼哦。中秋节到啊吼，请祝大家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什么团圆？团圆去敢看厝里的人做伙。听讲有一群人吼，因厝的人拢无爱因转去的。为虾米？等下就知影啊！所以咱即阵走来到伫对啊，台北。嘿，伫迄个有人去过遮无？来看卖啊！后壁即个牧师哦，咱诚啥物？会当请着伊吼来甲咱讲，即个是啥物所在？保惠牧师，咱请着保惠牧师来报告伊伫台北工作的情形。迄个状况是，着咱介绍者啦吼，嘿啊，为虾米？伊伫台北迄，我会记我去台北的时，咱想鸟不生态，嘛是即阵足发达呢。嘿，即阵观光胜地，听讲足侪人去遐耍，来，但是为虾米伫遐吼已经足久啊，20几冬哦。嘿，咱会当来请王牧师，牧师来，牧师你好，平安，平安，真欢喜吼！今仔日会当同牧师见面。其实我去晨曦会做侪摆，但是第一摆见面就是线上，同牧师吼访问着牧师吼，多谢牧师遮尔无闲再来互阮访问。安尼即个就是伫头前吼，你去去迄个中心，中心戒毒中心蛮热门。戒毒中心，戒毒的中心的头前，是，就会看到这啦吼。好。晨曦会吼，讲是一款什么机构？就讲伊组织是安怎？还是咧创什么会？来小可介绍。请牧师来介绍哦。请牧师来介绍。晨曦会是一个福音戒毒中心，那么就是帮助就是有毒瘾的朋友他们能够到戒毒所来，然后我们用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帮助一个人解决毒瘾然后再让他信耶稣，然后一生就不再吸毒。那么对，嘿，这就是迄个，真正听讲是最近的水灾对吧？吼，是台北最近有水灾嘛？最近有水，就在几十年来第一次就淹水了，那是蛮严重的。那在晨曦会这个地方，我们就比较高的地区我们就没有淹到水，但是一些比较低洼地区的百姓是有淹到水的。是，咱观众朋友会当加甲因关心吼，因做需要物资对吧？吼，听讲晨曦会是一个伫台北晨曦会是刘明和牧师对吧？对，他刘明和牧师在1984年就有一次就是林志平教授他们有举办一个送炭到台北。然后呢，那个时候刘明和牧师还在香港城西岛戒毒，那么也就他的陈宝龙牧师刘明和的牧师就是帮助刘明和牧师戒毒的陈宝龙牧师就请他就跟着这个送炭到台北这个团队过来，然后就发现这个台北就蛮热湖这个地区金三角这个地区吸毒这个村庄吸毒很严重。所以上帝就带领他带领晨曦会在这边成立福音戒毒中心帮助一些戒毒吸毒的朋友。所以晨曦会一家的意向，意向使命还有呼召，是晨曦会的一个意向，领人归主戒毒成功，门徒训练，戒毒宣教，塑造生命，全人康复。委身福音戒毒，完成主的大使命，这是我们的向所以就是一个人，像咱顶礼拜有访问到的对吧？有两
伊拢是食倒的人，结果后来信主了，我留伫遐服侍了吼，去训练，参加训练了，就会当去去帮助后一名还是后一代的人，安尼。遮嘛足侪人受洗吼，咱看这个图吼。他晨曦会在这边就是成立了已经40年。那40年呢，从早期开始到现在，大概有我们统计下来，应该有3000人数的一个来戒过毒的，3000多人。这就是比较早期的，我们在那个河边就举行洗礼。那目前晨曦会的工作在台北的工作，它有几个据点有行政中心行政中心呢就在灭瞻就灭瞻这个地区。还有一个满乐府，满乐府是属于一个弟兄的戒毒村，就男孩子戒毒村。还有一个满新德戒毒所，满新德也是男生的弟兄的戒毒所还有一个姊妹之家姊妹之家是帮助当地因为吸毒不是只有男生会吸毒姊妹也会，因为他们在山上那有一些就是说生病他们要到那个山下来看病不方便，可能早期都会用海洛因还有用一些就是用一些药物鸦片来治疗自己的病，所以久而久之就上瘾然后还有一个门徒训练中心门徒训练中心呢，就是跟行政中心在一起同样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里面是分开的门徒训练中心是帮助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一些课程也是神学的一个课程，那么训练工人就是能够以后出来从事福音戒毒的工作。那我们在曼谷有一个办公室曼谷的办公室呢是直接就是对政府的因为我们这边是合法的一个成立的一个机构嘛，然后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法令呢，政府会要求我们都要跟他们有一些配合，合法所以奉献的是会当收到收据的迄种但是我们的收据是还达不到他们那个抵税的那个方式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已经有申请了，最近呢应该这几个月就会批准下来，那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收到的奉献可以，我们开的奉献收据是可以抵税的，是可以的。对，大家多奉献还有撒母耳之家，撒母耳之家都是小孩子小孩子他不是因为你们上个礼拜好像有访问，对，顶礼拜咱就去甲伊访问撒母耳之家是因为爸爸妈妈早期爸爸妈妈吸毒，然后呢孩子没有人照顾，那我们他来戒毒呢，我们就为了要让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就是安心戒毒，我们就把他收留下来。那收留下来就给他受泰文教育，我们呢给他受这个中文的教育就是晚上呢会去中文学校，教会办的中文村子办的中文学校，然后呢白天呢就是给他上那个泰国的这个正常的泰文学泰文，还有一个农场，等一下我们那个图片要看到是养猪的地方真趣味呢是安怎牧师哪会去台北还是遐尼久？是啥原因？咱来看这个相片来要看卖这个是不是查囝？是师母，非常少年的就是讲因差不多去遐几冬我来这23冬，我2001年差派过了。23冬呢，真久，无简单。你23冬为什么会留遐尼久？有什么心内感动还是？我本身是一个吸毒者，我在台湾30几年前，我开了一家，我算是生意人了，我开汽车修理工厂，开汽车修理工厂迄阵台湾按那阵80年代那经济很好，经济起飞
迄阵少年嘛，迄阵才28岁、29岁先趁着钱啦。那迄个时阵我嘛还未结婚啊，趁着钱收袂掉，就去就是朋友弄场子啊，就是赌场啊，场子哈，去捧场，那就朋友就介绍使用海洛因，那我就上瘾了。因为上瘾，海洛因是真贵啊，上瘾本来是家己感觉讲别人会上瘾，我不会上瘾，但是真的是那种毒品的东西哦，其实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结果我一吸啊就上瘾，上瘾之后大概吸打海洛因了，我是用打针，我打到那个手都没有血管了，打到血都找不到血管。找无所在通拍，嘿。找无血筋了，找不到。找无血筋啊！哎呦，就一下去就要找很久才能够找到血管。有时候找到的时候就舍不得拔出来，就那个针头给它贴着。哦，安尼，直接插伫遐较紧，唔免搁插，唔免吹。差不多我当的时间哦，拢都是被毒品捆绑，然后呢没有办法戒掉。我去病院嘛，戒改几啊遍呢，我大概戒了10几次都没有办法戒掉。这个改到吼自己都没有信心，也没有盼望了。但是一直我无信主呢。我以前在做汽车保养厂，在吸毒的时候我没有信主，然后就大概5年的时间呢，我整个生意啊就垮了嘛，然后把保养厂就点给那个师傅嘛，那自己就走投无路，天天吸毒，走投无路。那有一天我就是打完毒品了，就瘫在那个椅子上啊，然后我看到一个公益的广告，它是城西会刘明德牧师带了一群戒毒的弟兄，一做这个公益的广告说，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免费为你戒毒。哦，我就想。我花那么多钱戒毒都到处戒，都戒到已经没有钱，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免费戒毒的地方？然后我要想说，我就花钱都戒不掉了，这免费的可以戒得掉吗？我心里就想，但是也是已经走投无路了啦，妈妈也是已经要放弃了，我就打电话拜托我哥哥，求我哥哥求我妈妈说，你把我送到城西会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不用花钱的，可以帮我戒毒。那我就开始请哥哥帮我申请。那后来在1993年的8月份把我送到城西会来。我来的时候就在城西会戒毒哈，我在戒毒当中那个毒瘾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就很多人就是说过来人都来照顾我，就是说。我没有接触到基督教，但是我来城西会戒毒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群信主的人，他也戒掉毒品，那他们对我的那种关怀跟付出以及重视啊，就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对这个宗教，就对基督教就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吸引。我说那个我在毒瘾来的时候，因为小便会在床上，因为没有力气嘛。那个海洛因来的时候，然后在痛苦的时候，他们会抱着我安慰我，然后为我祷告。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比家人还要好。对啊，家人都被抛弃了我就觉得说，这个基督教非常的很吸引我的，就是说，你们都跟我不认识，怎么会愿意为我这样付出？因为我那个就免收钱的。那些时阵呢是迄个毒瘾来先比起做歹一点啊，拢会讲错，爱摕物件讲当。因为迄个时咧，你知迄来啲毒瘾来先哦，食迄个魔鬼的人就是安尼，足艰苦的，足烦躁的，会讲骂迄个。但是我感觉因我说你们真的很特殊啦。我咧跟恁吵，跟恁骂，因嘛袂讲气嫌我，不会说放我不管，还是一样很照顾我，就是一直劝我，一直陪伴我这样。那我在毒瘾发过之后呢，我就觉得
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做得到？我这么对你们这么不礼貌，你们怎么还愿意帮助我？”他说：“王弟兄，不是我做得到，是他信了耶稣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对这个耶稣就产生一种很吸引，因为他对我付出就是说这些弟兄对我付出的这些爱心让我反射到那个耶稣，他说不是我爱你，不是我做得到，是因为我这个信仰，我信了耶稣，我才能够改变做得到。这样我待在晨曦会，就待在台湾的晨曦会2年，戒完毒之后就上帝也呼召我去神学院装备回来，就是留在晨曦会帮助，因为我曾经这样被人帮助，走投无路了嘛，被人帮助这种痛苦的经历。那神这样借着人帮助我，让我重生，我有能力，不是用物质的东西去满足人，而是用我自己能够去帮助一个吸毒的人，能够重建，能够重获自由。我是觉得这种感动，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当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为我开了一条路。那借着别人来帮助我，他也可以借着我去帮助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然后让他信主，能够上帝为他开出一条路来。所以我留在晨曦会里边在1997年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回到晨曦会，台湾晨曦会苗栗戒毒所。我在那边服侍了3年之后呢，就有一天呢，就我们台北需要工人嘛，也是一样福音戒毒的工作刘牧师就跟我们谈，他说我想差派你们到台北去那我本身对福音戒毒帮助人就有这样一个负担，那我想上帝帮助这吸毒的朋友，也不仅仅就限于台湾的吸毒者，可能在台北这边那个吸毒非常严重，也有很多人被毒品捆绑的人，也是走投无路，也是走到尽头。所以我就跟刘牧师跟我们谈之后，我就跟我太太我们就一直祷告。那最后我们祷告之后呢，大概有2个月，我们考虑2个月的时间，因为他11月份告诉我们，然后呢2月份我们就被差派了。所以我跟我太太那个时候祷告2个月都非常的平安就是说没有说很多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恐惧，因为我都没有来过台北，我也不会讲泰文。安尼就做勇敢的来来这日文已经做到泰文做练转我是还不行我太太我的师母就比较会讲泰文，因为我师母今天她都在那个清莱的教会在帮忙服侍嘛，就晚上我现在是在门徒训练中心这个地方，所以有那我在想我想说我们要差派我们去，我想我的属灵长辈他们都一定有经过祷告呢，也是很清楚要差派神要差派我们夫妇过来，所以我们在2001年的2月份，我们就毅然决然的到了台北福音戒毒中心这里，开始这边的这样。咱线上有师母另外一个师母，是那个爱美师母跟你问好，平安。你好。对，带问候黄师母好所以我们真理堂呢有做多青少年因会去遐关心进前阮有去遐访宣过有在门训上课培训，所以从20几年前到现在黄牧师都坚守岗位，很不简单伊无简单咱来看看讲因安那这种日常的生活，咱平常时是在做什么工作？来报一寡互阮知影。咱想要做趣味，所以当留20几档便是安尼。这是这个满乐湖戒毒所满乐湖弟兄的戒毒所。那因为吸毒者他的日常生活是很没有规律的，所以第一呢，我们来到那个戒毒所我们要让他恢复那种生活的规律。但是呢，我们在戒毒所运作呢，我们会有4个步骤。比如说第一个步骤进来的时候是恢复期，恢复期呢就是有弟兄就是24小时会陪伴我们这一位来戒毒的人因为来戒毒的他可能会有情绪反应
他可能有毒瘾来的时候的痛苦都会各种方面的事情。所以呢，那个照顾他的人是要比较成熟的，来的比较久，或者是同工照顾这个人。但是当他大概1个月到1个多月恢复之后呢，我们会带入他一个新生期。那么新生期就开始跟我们有晨更，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5点起来，我们做早操，然后呢6点我们就开始晨更，就开始有我们跟他讲福音。这个新生期就让他带他读圣经，然后晨更让他看圣经，然后跟他讲圣经然后聚会了我们聚会也要让他起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就是说我们在恢复期之后呢，进入到新生期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们会传福音。有一些人以前可能有去过教会，有些人是完全没有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们在新生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长的时间然后第3呢就进入到一个这个造就期那造就期呢是等于就是说你新生期你信仰你有真正的节制然后信主然后你对圣经的很追求，那我们在造就他的过程当中，就是特别会来带领他有一些课程或者是有一些圣经比较不明白的我们就会去这个这啥门徒门徒训练中心还不到训练中心还不到训练中心，就是说在戒毒所你现在放到戒毒所呢，我们就有这几个4个阶段嘛然后到那个造就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考验期，考验期就会让他负责就是负责代工出去，或者是去帮忙办事情这是整个戒毒的1年半的一个戒毒辅导。那这样的一个戒毒辅导之后呢，他期满了，我们就会给他推荐到门徒训练中心来。要先完成在戒毒所先完成这4个步骤，然后我们再给他推荐到福音界到门徒训练中心。有我有听过门徒训练中心对，门徒训练中心呢，我们是有这个4年的训练，在学校的训练要读4当这久诶太大了呢这4年当中呢，我们是跟神学院一样的课程，一样的老师来教导他来教导。但是我们有一个课程，就是研读文化以及研读心理，这个是在神学院没有的课程。研读文化跟研读心理，这是这个训练，就是说我训练出来的功能是为了要让他怎么样，以后从事福音戒毒的工作。就是说门徒训练戒毒宣教像果敢的戒毒所以前我们都差派他回去这个果敢成立戒毒所这是我们的读4年之后呢，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有半年的时间是实习，那半年的时间实习是考核他可以不可以毕业那如果通过考核，我们才会颁发毕业证书给他。这是门徒训练中心的一个过程。老师，我还有听讲你来训练了来你毕业吧，你读4天，戒毒了几啊天，搁读4天毕业，搁转去，若搁转去做什么无符合规定，未吸毒，但是你也无符合规定，搁停读这比读医生更加困难因为戒毒的工作尤其是在台北这方面这边你那个基督的信仰，如果说那个生命根基信仰根基不够稳固的话，因为这边的毒品都诱惑也多，相对多所以他那个根基不够的话，很容易就被这个环境被他们这个环境然后诱惑，然后又去吸毒，也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在那个门徒训练中心为什么会有那么久，还有半年的考核期，是希望他能够那个生命的根基就建立稳固一点。因为这个戒毒的工作这个毒品的工作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因为戒毒是一种生命的议题绝对不是说一般我就解决那个不会痛苦就好，其实不是。因为你要解决那个毒瘾要解决身上的那些毒瘾的话，大概是去医院打针打了1-2个礼拜，身上就没有毒了。
可是你的心呢，那个心会想，也心嘛，心会喵喵啊，台语讲个心喵喵的，录音哦，还有阿片有无吼？所以就是要爱做长的时间吼，其实是陪伴啊吼，啊个做者诶代志，可能无做者代志，但是爱做耐心。等因大汉，嘿，想要看一个囡仔一直大汉，几啊当个3岁安尼，会感觉啦吼。嘿，啊，这就是咱拄仔有讲到的办公室，嘿，啊来这有，嘿，这是新起的呢吼，这种新起好的，嘿。拄啊好落成2022年入成，那个落成。嘿，刚起好尔，欢迎大家去遐，支持吼，关心，啊，这就是因其中的一个，拄则讲的满乐福。对，满乐福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好，这是刚开始的吼，啊，满新店嘛是另外一个村呢，另外一个据点，对，另外一个，因为满新店这个地方是早期有那个贩毒大网坤沙的总部的后面。那后来就上帝很奇妙的，就带领刘牧师在这边就是成立了福音戒毒所。刘牧师听讲这是一个新厂对无？以前是讲来一个歹一个，伊讲伊跪伫遐祈祷，讲要来一个救一个他祷告，然后上帝就成就。是吼，甲一个新厂变成一个什么？救人的救人的，是，所以咱顶礼拜有讲到吼，这是。救爸母嘛爱救囡仔，嘿，这就是因的满心点吼。这个较特别咯吼，恁阁有家己的农场吼。这个农场哦，是因为你来戒毒的人不一定大家拢捌字啦。你来戒毒的，因为阮戒毒的对象有迄山上的少数民族，有的是泰国人，有的是这个华人哈，华人甲泰国人拢捌字的。门信是有中文部甲泰文部，你若这像讲你山上的来少数民族，伊毋捌去啊，伊戒毒了，因大迄个所在都是毒窟啊，又吸毒的人很多啊，他又不敢回去啊，不敢回去我们就会有一个跟刘牧师祷告之后呢，上帝也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我们成立了一个养猪农场，起地的农场呢，就是他们整个家庭呢就会比如说稳定了，他学会了就把他。家庭都接下来农场，那农场养猪呢，我们会给他养猪就有收入，我们就会给他生活。现在就有一个家庭然后3个弟兄在那边。是，所以其实是做多代志吼，安尼那安尼吼，这个工作实在是对社会足有大的贡献帮助拢真好。那安尼。想要参与的人是要安尼去参与。若要甲恁关心的人，会当。我比较欢迎就是说第一，如果没办法来，都为我们祷告，因为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我相信很多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在为晨曦会这个事工在祷告，我相信很多。因为这种面对那种戒毒者，面对那种邪恶的那个权势在征战一定要有祷告的力量，让我们的同工能够去一直做下去。第二呢，我就希望第二点，我就希望如果说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真的是邀请他们来看晨曦会的工作。所以是欢迎你去的欢迎大家去的欢迎大家来，因为关心晨曦的福音戒毒的工作这40年来刘牧师都秉持的就是说白白的领受，要白白的舍弃。晨曦的40年来都没有向戒毒者收过1毛钱，都是你在这边，不管是你戒毒1年半2年，他在读门信，你住在这边呢，吃的用的完全是晨曦会来帮他付，包括那些小朋友他读书的费用都是晨曦会付的。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在为晨曦会祷告，才能够走到今年40年。这迄个边仔呢有一个对，你会当扫码还有会当甲因奉献关心。听讲12月阁有一个40周年庆
对满乐福的戒毒村。我们全部的这几个祭典都会在满乐湖这个地方哈，这个地点我们庆祝了40年感恩礼拜。是，所以欢迎大家去参加，这是免费的哦，而且伫遐会当听到更较侪见证吼，更较精彩的故事吼。今仔日真多谢牧师吼，啊，搁有咱线上的观众朋友，足侪朋友哦，伫咱的线上吼，甲咱打招呼吼，都做欢喜吼。伫中秋节时会当甲咱的朋友做伙来听着洪恩牧师，真精彩的即个介绍，我咱真歹讲太北戒毒的情形。是，有机会欢迎大家会当继续来关心太北的晨曦会，会当上 Facebook 搜吼，顶悬嘛有因的介绍，啊，搁有每个月代祷信，吼，每个月因拢有一个咩啊为因祈祷关心的批哦，欢迎你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咱后礼拜呢，咱要搁来继续讲泰国另外一个所在吼，嘛欢迎大家让家己取一个赞，甲牧师取一个赞，好，安尼就是祝福大家中秋快乐，祝福牧师中秋平安，晨曦会愈来愈有安尼，愈有效果，上帝有甲恁伫咧。都爱祝福互恁。是，每一个来戒毒的人拢成功吼，拢留落来帮助较侪人呢。好，多谢牧师，萨瓦迪卡，拜拜。